接来做客欢迎来了，今日来炒料的呢是早安好盘屋的创办人廖婉婷，欢迎婉婷。大家好，我是婉婷。好，婉婷，你可以一个早安好盘屋，算是独立书店，错吗？对，算是兆安好班屋跟兆安书房的独立书店，也是全台唯一一家兆安客的独立书店。哇，古时候谈起来陆地吼很勇敢哦，古时候俺们今日路来了解吼，婉婷侬我想要睇家乡，可以按贴配的一个场所，俺们共用爱用一个物品吼来认识婉婷，咁马上入场小助理来帮俺们看，第一个婉婷带来推过有关系的物品，马上就一个黑嘛个有下10月4号后打开，对，也黑看起来都会卤的东西，对，是我们在地兆安客的腌冬瓜，也是冬瓜，对，就是很大块的冬瓜，然后越陈它就会越入味，就会越黑，就会越香。因为俺的行业就有几多嘛吼，也种行糖嘛吼，这种酱瓜类的东西。可是我们屏东没卤冬瓜呢，这应该就是我们那边很发挥客家节俭的精神，就是量产吃不完的东西都把它拿来腌制。对，所以我们会有腌冬瓜、腌萝卜、腌哈密瓜。哈密瓜，对，因为云林都盛产香瓜类哈密瓜，对，古时候呢哈密瓜没会拿来卤，不知嘛个米西哦。今天其实也是差不多这样子的，就是一样的做法，只是里面卤的东西不一样。但是我们现在比较下来，哈密瓜会有一点比较香。对，有一种果香的香味，会比较好吃。高威锅有甜味哈，我吃得出不会有甜味，就不因为它里面很多盐巴。对，我们是放很多盐巴跟豆豉下去腌嘛，所以才不会坏掉。对的。做嘛跟豚有关那东西，你以后会偷呀个呀？你真的有在吃吗？有啊，因为我小时候超讨厌吃这种卤的酱瓜嘞。小时候大家应该都很讨厌。没黑，我们这边不好。是，我们小时候也是很讨厌。小时候看到都不是这么小一罐嘛，都是落地式的大瓮，成年的。黑红的蛮是黑暗的，鬼太昂这么大瓮，对，然后打开之后就是成年的香味，不会像现在这么单纯的味道，对，所以你小时候就是配白稀饭的时候，其实也没有很爱，但是现在就是老一辈慢慢走了，像我阿嬷，我是阿嬷带大嘛，阿嬷也走了，所以那一瓮其实现在还留着，但是也还就是没有人再继续使用，还是放着还在，对，还在，对，所以我想说，这种文化的东西，其实我们现在没有保留的话，其实之后也都看不见了，这样，因为我们不会做之后，我们下一代也更不会做啊。那阿婆土台耶，对，我说阿婆会煮食嘞，很会煮东西，很会煮，就是他就是要做家事，也要煮三餐什么的，对，都是阿嬷一手包办。我说你没会参与哈，就会阿婆会做呀的东西的时间，像是过年过节的包肉粽啊、安菇粿啊，我们都会一起参与。我还记得我们那时候，这真的很乡下嘛，我们那时候包安菇粿的那个叶子，现在是都用月桃叶，我们以前是用黄锦叶。黄锦花那种防风林的黄锦叶是爱心形状的，然后我们旁边就有一棵，我们还会跟着阿嬷一起去采黄锦叶，哇！然后回来清洗，然后再开始包安菇粿，然后包粽子也是，哇！就是先从采竹叶开始，马个就从头开始去啊做，对，这个就是我没有过的经历。跟黄景很黑矮后来哈，因为播新闻播到，我去查才知道，原来它就叫板叶树，对，板叶树，没错。古时候很多他也会感觉这个东西要拿回来，跟阿婆就有很大的关系哈。对，而且其实这个东西就是我们那时候农家，然后家里并不富裕，在吃的东西，所以我们现在一开始在推广这个东西的时候，在地的长辈都说，为什么要推广这个？他们会没有办法接受说你把这个那么连长辈都感觉也没过时哎，对，就是过时，然后那么廉价的东西，然后拿出来跟别人分享，对，他们会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但是我就会跟他们讲说，这才是我们在地的特色啊，别人地方都没有啊，对，都看不到这种东西。我们如果再不把它
发扬光大，说不定就不见了这样，对，就会去看到头摆过珍贵的素材安尼。对啊，好，我们过来看天一方满天带来的东西，好哟，看下有冇嘅天一感觉，哦，一种肉胸片，对，也是一个，这个是。这是也是我们屏东几乎看不到的，真的安尼呢也是肉不嘛，对，中三合院安尼耶，三合院我们家的廖姓老屋，我为了强调姓廖，是因为我们上面还特别上了一个廖字，因为我们那边姓廖的赵安克是生廖死张，就是死掉的那一刹那那一瞬间，你就变回原本的姓张的姓。对，这真的是很传奇的故事对，就是那时候我们的祖先他就是很困苦，然后被廖姓人家就是入赘到他们家，然后就很感念那个先生那个阿公嘛，然后就会改姓廖。但是呢，他就跟他的祖孙辈讲说，我死后还是要认祖归宗，所以还是要姓张。对，所以流传到现在，我们都还是遵守这个东西。古说也个5万岁就会黑提，对，这是我们小时候，对，我们小时候就生长在这样的三合院，对，我们小时候生长的地方，然后现在还是在哦，还在百年老厝还在哦，对，目前还在。还有人提给带吗？目前就是最后一个阿嬷往生之后，现在就剩下我们供奉的关圣帝君在中间，这样，对，大家都搬离开了。亚夫贵喊出来，还在，所以我们就想说，要趁现在好好的把它做纪念下来，因为其实这种老屋很难保存啦，因为产权的问题啊等等，有人想要卖，有人不想卖，然后他也是面临到这样的命运，所以不一定哪天他就不在了。对，5万岁，因为5万岁没黑提三合院，就会囤后宫啊，因为那时候就刚开始大家陆续起翻我，对，就是那种3层楼的楼房，会很羡慕，你会吗？我那时候其实有点羡慕，会会啊，因为就想说我们家怎么住这种平房，然后还会漏水或者是有老鼠，对之类的。韩国对做下去行呢，对也算行呢去偏手。下雨要撑伞，死了！你们家也是吗？我们家也是。就会看我为什么没有走廊，就是要冲过去。我们家的厕所也是在另外一个小屋，你们家也是。对，我们就是厕所是另外盖的，然后就是要冲过去，然后打开门那一瞬间，对，我也不敢一偏手，对，就很怕打开门那一刹可能老鼠掉下来之类的。对也很我会感觉也就迄本面其实头摆也的事情，其实。要的东西还归好归重要嘅。对啊，我现在真的蛮怀念我们的那时候的老房子的老实说，就是有很多故事，而且那些房子的建筑啊，我都觉得现在盖的就没有那个味道。对啊，所以就对你也归重要。对啊，很重要。没错。我们来看第三方半天带来的东西，係咪和迄段老頭擺有關呢？一本，這是書嗎？這是我的手筆記本啦，筆記本，對，感覺很豐富，也很白嘅。這我畫的，那個時候在流浪的時候畫的。2010哦，對，很久了耶，17年前，14、15年前，我去澳洲打工度假。你有畫圖呢？對呀，那個是我在墨爾本的那個下面的一個小島 Tasmania 的去換宿的一個家庭。對，一個大家庭。這個嗎？對，就他們家的家庭的平面圖的他們生活的一個空間。對，就是沒有電視，然後有廚房就是大家每天生活最長的一個時間的地方。然後就是媽媽早上就會起來準備1、2、3、4、5個小朋友，還教我們2個換宿的年輕人的早餐。姑說這是你把大家也畫進來。對，就他的媽媽跟他5個孩子，然後那時候我們就聊到說台灣有那個生肖12生肖，然後算年紀，所以豬媽媽帶着什麼狗。姑說我們畫嘅不是人，是動物，對，生肖的動物。對，那我屯也都有畫起來咯。因為我覺得那個媽媽給我很大的一個力量，就覺得她雖然帶個5個孩子生活在農村，但是她還是可以把孩子照顧得很好，然後把生活顧得很好，然後她也帶我們去看在地好的風景，
然后也跟我们说他们那边有生灵滥伐的问题等等，他们很关心这片土地。然后让我们反思回来，就是觉得说，那我回来台湾之后，我是不是也是要回来故乡做一样的事情？对，这是我那时候2010年10几年前的一个目标吧，就在那时候萌芽。其实那时候我最想做的是社工。侬会感觉就会想会做社工咯，因为一般我感觉也就考试过辛苦，又赚冇嘛钱。应该是说从小就是单亲家庭嘛，然后也是有，因为妈妈本身背景也是社工背景，有被妈妈影响吧，然后也觉得说我们在我的成长过程中，社工这件事情，就是帮助别人这件事情，其实是能够带给我开心的。对，然后也是我想做的事情。那为什么不努力看看？结果去到欧洲就真的奠定你对要回来试试看的动力。对，就有可能还某都最后变成照安好办屋，可是会想要走这个夫妇配影，对，给想法。对，所以一开始回来就是先当社工，先存钱，先赚钱，先考到社工师。对，然后辗转到这几年，好像当有一点转变，对，才开始又回来这样。刚先说一下嘉宾，我们聊一下个技术来讲，也个转变是用哪来的？好，是想说，我都已经回到家乡来做社工了，那现在又有结婚又有小孩，那我们就来陪伴自己的孩子，也陪伴我们在地社区的孩子这样的一个起心动念。先来做客慢人来聊，今日来做了是周恩后盘屋嘅创办人廖婉婷。好多婉婷讲到嗰度万世对伊个重要嘅一条记忆吼，像迄个下面係三合院，还个说在嗰度路係万世嗰唔好嘅吼，像卤冬瓜啊，也都还个阿婆會做嗰度嗰啲迄个料理，就从头开始，总嘅每一个过。好办每几个来给吃，就是什么都自己做啊。对，我们也还有看到日本的书籍，当然也爱屏东路卡没有呢，也基本帮他拿给厨房。对，做嘛会特别偷日本书，它对你的意义是嘛？应该是说那个厨房那个故事，它其实也是主角跟阿嬷生活在一起，然后阿嬷后来往生后她的一些故事。那就会让我投射到我小时候也是阿嬷带大的嘛，然后我们那个三合院的家厨房旁边就是我的房间，然后就会三餐就会听到阿嬷在厨房工作的声音，然后可能早上就听到她在煮稀饭，然后中午的时候就是切菜啊备料的声音，就是一种安心的感觉，所以我就想要这本书真的是我那时候的一个感受这样。看那时间是差不多一到4的时间，那时候应该是高中吧，刚好阿嬷往生的那时候。对对对，所以就是有一种情感的投射在上面，就会觉得我阿嬷走了，那很多东西都还没有来不及保留下来这样。对，有一段是这样的时间。对，你头讲到对于欧祖过来都决定好做社工，也真的去做社工了啊。做社工在哪？在北埔哈，也在云林，没在云林，对，但是没有在伦北啦。对，就是比较好找工作的地方，就是斗六、斗南这样，是比较市区的地方。那我给听爱几多家乡哦？所以其实那时候也是因缘际会下，就我们家有一个老屋，然后有申请到一些青年的奖励金的计划。就有一些前期的就是资助，然后我们就来翻修我们家的这个老屋，然后就想说，我都已经回到家乡来做社工了，那现在又有结婚又有小孩，那我们就来陪伴自己的孩子，也陪伴我们在地社区的孩子这样的一个起心动念。那其实在澳洲回来的时候，我就开始画平面图了，就是一楼可以设计成书屋啊，然后2楼有背包房啊、背包客可以来住啊等等的可以来换宿啊。其实那个萌芽已经在那时候已经画好了，设计图已经画好，只是缺乏一个金钱吧跟动力吧。你刚刚在设计的时间就已经想它会是什么功能了吗？对，对，我那时候就想说但是还是有落差啦。对，就会想说我觉得是一定要是个小朋友可以来的空间。对，然后还有那时候就是因为我在国外都是打工换宿，
对，所以想说在这边也可以做这样打工换宿，然后可以让这边的孩子可以，虽然我没有钱可以出国，我没有很多机会可以去大都市看看，但是我们邀请人进来这里，然后让小朋友跟小朋友做交流，对，这是我想做的事情。对，可能从对那个体育界团的时间，就感觉的都完全对嗰度吃的东西是很有感觉的，因为同阿婆嗰有关系。对，我说亚片也有看到亚良的做到嗰讲的也很能做诶，就我们一起做的啦，我们跟长辈还有孩子小朋友，对，然后请朋友一起来拍照啊，设计这样子，这个很精美诶。对，我们就想要让长辈知道说，其实我们在地有很多其实很棒的宝。不是他们觉得很廉价的东西。我说底部的也的料理都是在地耶，都是在地的。对真的哦，就是想要保，因为像我阿嬷走得早，所以很多东西我们没保留下来，所以现在社区的长辈就像我的阿公阿嬷一样，对，我就去挖他的宝，挖他们的以前吃的什么啊，然后我们现在可以怎么样把它记录下来保留下来，所以我们第一年先做了中式的料理，就把刚刚说的那个腌冬瓜入菜，他们平常怎么做的，有什么料理，先把它记录下来。然后第二年我们就跟我们在地的东兴国小一起配合，跟长辈一起，算是个三代的创作吧，再转译成西式的料理，让大家更能够接受，而且就是原来它也可以变西餐，对，也可以变美美的餐桌，非常精美耶。对，刚你举例一下好吗？就是你那时候一定是先做田调，对，一定是说先做田调，所以我们就调查了大家家里什么腌制物，对。刚有吗？你觉得哇，你田调到也觉得，既然我们云林兆安有这种菜，你自己也很觉得特别的吗？我觉得他们就是把什么都拿去腌啊，过剩的就拿去腌，不能腌就把它晒成干。对，然后什么菜豆干啊，长长的菜豆干，过剩就把它晒成干，高丽菜干、花椰菜干，对，这是基本款。对，还有更麻烦处理，就地瓜也可以，就是地瓜签嘛。对，然后腌的话就是腌冬瓜、腌萝卜、腌哈密瓜。对，刚才有吗？个料理你那边嘛有吗？个炸蒜苗还没？对，炸蒜苗是因为我们也是务农，所以阿嬷在过年前一定会种一批蒜。就是北漂的孩子们回来就会什么母妈妈贼嘛，就开始打包女儿贼啦，对，类似这样。所以北漂的孩子回来，阿嬷就会宽拜拜的三牲，有什么菜蒜头就会开始打包给他们，又带回去。所以阿嬷一定都会种一批。然后在过年的前，就过年的时候就一定会有炸蔬菜、炸蒜苗，一整根，然后对折，然后很像炸韭菜吧。炸韭菜应该比较大，能给磨安内生呢？真的吗？那我们就是这样炸，然后就是前面就嫩的那个蒜头，对，蒜苗就很好吃。就过年才有，过年限定，因为很麻烦。归麻烦。对啊，因为要起油锅炸，炸的东西我们那时候真的很少吃，因为真的阿嬷会觉得那个油很浪费，又很麻烦，所以就过年过节才有。对，所以我们就把它保留下来。对，刚刚你做亚的食谱的时间，有吗？给你印象很深，跟亚的阿公阿婆啊，他们就说你为什么把这个拿出来做？这个就是很便宜的东西，没人要吃啦。就是我们很穷的时候在吃的，你不要再把它拿出来了，这样。因为感觉死退金铺看起来英国不穷的是亚的东西就像我们就说现在那个地瓜很营养很健康，他说什么地瓜，我们小时候就吃地瓜钱，现在吃都不想吃了之类的。对，但是我们就会说，但是我们的腌冬瓜下去煮猪脚加蒜苗，它就是一个便宜的鱿鱼鱿鱼雷霸蒜。我都会这样介绍，因为那个味道真的很像，就是高级菜，但我们是很平价的，很平价又很特别的味道，就可以做出来。对，没错。我说南路一起应该看到，你们真的做很精美，就像里波有很多阿公阿婆级的厨师。对，没错，因为这都是他们的智慧啊，一定要把他们全部都美美的上去，这样。对，他们很开心，他们也会觉得得到自信。所以我们接下来在做任何的这样田调啊这种，他们就会很愿意再继续分享。
古时候对吃的开始也是大家去认识一个地方最快的方式，对，因为离不开三餐嘛，那三餐是在地特色最容易展现出来的东西，所以我们就从吃开始。对。除了老人家进攻老人家的部分，还有生人的一部分，亚片看到如黑小小客庄爱玩客，对，秘境罗屋庄，罗不总就是我们罗措的赵安客语，罗屋庄罗不总，对，然后我们这个就是我们进宫长辈完之后，当然是要让小孩爱上这片土地，然后认识我们家乡，所以我们就设计了我们的走读的一个小手册，对，这是我们第一年是我们跟孩子一起走读的路线，把它画出来，就是罗布总对地图案，对我们的村落这样子。然后我们刚刚看到的照片，那个右下角是廖家古厝嘛，对，我们把它画进去。然后金纸店啊，真爱买超市是我们小孩都说那边是我们百货公司啦。能猜题有吗？个特别的习俗吗？就像我别的地方比较没有的，有，我觉得我们这边很特别，就是安主府。我们是平常是安五营嘛，东西南北中，我不知道你们那边的习俗有没有，就是安牙，然后我们那边是安竹子，主管写的就是有符令在上面，然后是安15只，15只，对，就15只竹子，因为我们那边有15陵，15个聚落的概念，然后它就是安插在电线杆旁边。对，所以我们画地图的时候也是请小朋友说，我们就是绕着村庄走，你就看哪一个电线杆下面有竹子，那就是在保护我们这个聚落这样。给路黑一节做给一节而已，茶巴提天火炖笋还有对，对，还嘛个时间我们就是正月20会放安竹府，然后在谢平安就是农历的10月26会收竹府。我熟悉了，对，每年都会收，这样，然后谢平安就是大拜拜啊，然后感谢今年又丰收啊，然后每家每户都会办桌，对，然后北漂的孩子也都会回来，但现在就慢慢的就没有了啦，对，对，就会变成只剩下拜拜，对，有点可惜，对，所以我们就想要再把它复兴回来，所以才会这样推动这一系列。就是保存这一系列，然后我们现在谢平安那天也会就是号召在地的长辈啊、孩子们啊一起到那个戏棚下看歌仔戏。对，能特别一抢对，卤煮那天一定会请歌仔戏，应该还黑我抢。对，不过如黑我有太家去看，出来看，对，因为我就会做本神明看。对啊，现在就会在底下看的人真的很少，所以我们要去扰动嘛，所以我们今年就是把东兴国小的孩子全校带去看戏。对啊，就让他走读，从学校走出来，认识我们家乡之外，就是还去谢平安的那个红毯前面去看大戏，这样。因为我们廖姓的赵安客是拜关圣帝君，然后我们聚落还有姓李的，姓李的赵安客是拜三界公。然后三界公只有一个神炉，也没有神像，对，然后他们都是住炉主家，然后谢平安那天就会被炉主请出来，在固定的红毯，就是临时搭设的那种，很像吃半桌的那种红毯，然后炉主就请一个歌仔戏，感谢他今年的保佑，然后当天晚上会再值来年的炉主，对。哇，你现在对在地很熟呢，对，就是一直在讲这些故事，然后也让在地的孩子知道这些我们那么特别的传统，这样子，对，哇，可是就会真正会扎根在地哈。古时候嘛，给路过了解，刚刚呢聊一下，等下呢，晚天我带大家去到伊个周恩后盘屋去看阿生，好，你先试一下咖啡，好，就是我们那边就是书最多嘛，然后我们就开始你们就每天都阅读几本书，然后我们来比赛，看谁读的书最多啊，等等的，让他们知道说阅读这件事情是慢慢可以培养起来的。再来，把它盖起来，加入，对，太棒了。好了，看抽屉丢吼，丢啊就好哦。哎呀。椰大家好，我是婉婷，对。我是信杰。好，
好，就是我们在我们好伴屋这边啊，平常就是白天的时候呢，就是基本上是我们工作的空间，然后也算是一个独立书店，全台第一家诏安客家独立书店。然后一开始呢，我们是 focus 在保留就是诏安客文化的这部分，所以我们就是有时候写一些诏安客语的相关的书，还有文化的绘本。那后来呢，我们就开始就是慢慢的串联在地的长辈跟小朋友，我们也做了一些在地的走读啊，跟调查。那会发现这边的小朋友其实很多就是隔代教养或者是比较弱势的孩子，所以我们想说这个空间除了是一个工作的场域之外，书店的场域之外，还可以跟小朋友一起有做一个互动，所以就会把小朋友再拉进来，我们在楼上做一个客服跟上课的空间。那这个空间呢，最主要就是星期三下午我们会有一些食农的课程，那我们就把对面的农地租下来，然后让小朋友跟着我们一起去体验脚踩在土地上的感受，然后让他们去种菜，让他们知道说农夫种菜的过程，然后自己采收。好来，这个就是野苋菜。那野苋菜要采它的嫩叶，哦，嫩叶在哪里？阿妈把那里我妈来，来，安尼，阿妈把那里看，安尼就好。好，你看，好来，开始，安尼就好。跨过去那边，这里，安尼，来，这边都是这个，这个都是叶子大片的，这个都是。我们利用暑假的期间，那顶着大概体感温度40度的高温，那让小朋友去体验农夫的辛苦，然后他们就会全身大汗，跟老师说：“老师，农夫真的好辛苦。”那他们一个午餐就是会吃到一粒饭都不剩。那我平常其实小朋友在上课的时候，我也是在上课，只是我的对象会转换成社区的长辈。那去我们社区活动中心跟长辈去做一些互动，长辈想要上什么，我们就是跟他一起去学习啊，然后一起去一些互相成长的一个过程。那之后等小朋友下课之后，才会去教室帮小朋友就是教他们一些写功课啊，或者是一些品德教育的部分。那等他们功课都写完之后，我们才会再让他们学习一些不一样的课程，就是在课程之外，让他们可以在课程之外找回一点自信心。好啊，那好。会不会多那边？20万，好不好干？20万。觉得应该就是细水长流吧，因为这是一个很长期的一个陪伴，这并不是一个短时间陪伴就可以看到成长的过程。对，这可能是10年、20年的一个陪伴的过程。然后你会看到小朋友长大，可能脱离国小到国中到高中，还会想要回来这个地方，然后继续跟我们一起互动跟学习。这也是我们目前想到的一个之后会一直持续做下去的一个动力。先来做客慢人来了，今日来做了的是招恩好盘屋嘅创办人廖万田，头万田有带大家去到一个诏安好伴屋，感觉就是一个很温馨的素材吼。头分享的嗰度能做的事情，确实係嗰有心對菜體吼，想要做嗰度傳承啊，還個本後生嘅現狀來唱供養，對，將來為家鄉奉獻。不過當然，如果問嗰度應該冇按順序啊，不可能都那麼順吧？哈，你一開始會接聽啊，你很早就挖土哈，就是我爸爸的洗腳房，然後用來改建，咁家下接聽愛來，因為邊個房10年、20年的嘛，咁我改建家下陸卡人係用來上，他們就馬上答應嗎？他們那時候就覺得，到底在搞什麼？其實也唔係。对啊，就会懷疑說你現在真的對嗎？如果沒有拿到經費可以改建它，那也是部分因為經費花完之後，爸爸其實還是有贊助一些對，所以那時候他就會覺得啊，真的這樣子你們做的是對的嗎？這樣，不是還會有一點協調的素材安排。對啊，咁貴迄個
其实我讲过哈，几多年我会讲回乡，都是不止家里，其实整个庄都是一个压力。对，好，对，你刚他鬼听，其实那时候大家都在看，这个是要干嘛？是开补习班吗？哦，然后因为我外面还有就是外面还有就是油漆，然后关东旗放下去，这是要卖房子吗？我们明明就是开书店，书店真的在卖书吗？真的活得下去吗？这样大家其实都在观望。刚一回是安内，其实人家就没盈利耶，守财。对，所以那个心理建设不是归给我，还是会当初会做社工，就是已经因为我那时候一开始整修好开幕之后，就钱那个门一打开，就真的就是新台币的声音呢。就水电费什么的对，会焦虑耶。对，所以后来还是会有努力说我们就要串联一些计划或者是活动来增加这样子的一个收支啦。对。你刚刚谈到几度没去用给上的时间，会因为像我可能如果感觉TV 耶，我就可能就会很想要避开这个，你去给他用的去调试一个部分。我觉得就是做了就是可能就是一股气吧，你就不能让人家很猛。对啊，而且我们就做了，而且是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是乐在其中的啦。对，所以那些困难我觉得还都不是困难。你刚刚会做nhà老公，就会跟你都想的一样吗？还是你会优先说服他？应该是说那时候他也还在学校当老师。然后我们就是慢慢的投入在这件事情，然后我们要做的事情其实也是改变在地孩子的，怎么讲？改变他们的阶级复制。我们有发现到这个问题，因为在地孩子才国小4年级，爸爸就跟他讲说，你就不用读书了，你以后就跟着我做工就好了。对，都亚批还会问呢，还是会这样。他才小4然后就还没有接触到更多的世界跟更多的学习的时候，他就开始有点放弃学习了。对，我们想要改变这样的现状，所以我们就又投入了在孩子的陪伴跟克服跟教育上，这是我们真正想做的事情啦。对，因为你是小时候都是村庄的阿公阿嬷邻里间互相带大的嘛，那是一个很好的互动嘛。那现在比较少了，我们想要把这些东西也再找回来。然后并且让孩子知道说，其实这个世界还有很多你需要去探索的，你不是说你爸爸这样说你就不读书吧。对。刚可是像安尼家种，以后很吞声音的带来，是不是也需要一段沟通的时间？他会愿意把孩子带来，没错，因为他也没有时间顾。刚能声音的许多能给，能会推能做吗？给做阅读。或者是做一些游戏上的学习，让他们觉得很好玩的。对，就是我们那边就是书最多嘛，对，然后我们就开始你们就每天都阅读几本书，然后我们来比赛，看谁读的书最多啊，等等的，让他们知道说阅读这件事情是慢慢可以培养起来的。然后也带他们做腌冬瓜，像刚刚那个是小朋友做的，所以他们才会压日期跟写名字。对，让他们知道说从做中学是最快的。对，你看你做一多年嘞，现在应该是第3年，第4年，第3年，就我们蛮努力的啦。嘿呀，你做为一种事情呢？对，每年都蛮努力的，而且像暑假我们就整整2个月陪伴孩子，每天1到5，连人去改，对啊，就太改 Q 哈嘞，对，大家一起，对，然后每天就很像上班嘛，9点打卡报到，然后下午5点回家，4点5点回家这样。就變啦，猜題都會有一個重數，如果人呢太假來，你冇時間吐唔怕，我都太難吐。我們可以一起照顧，一起陪伴這樣，然後他們也不會想要看手機。對，我們手機就收起來，有個手機保管盒，那進來之後就把它保管在裡面。對，他們覺得很好玩啊，這個暑假過得很好，這樣。可是人家是不一能輸給他就會找樂子了。對，對啊，就是這樣。我覺得這是個過程，慢慢累積下來。所以現在就是我們現在有發現，就是社區長輩在路上看到孩子，
在不一样的时间，那今天白天为什么孩子在路上会来跟我们说？就是真的已经变成某音轨炊烟的路吼，对啊，怎么这个时间他没有去读书？对，他就跟我们打小报告。对，就是大家已经开始在互相的照顾跟陪伴了。对，这个网络已经慢慢建立起来了。对，刚刚会辛苦吗？会觉得辛苦吗？好像不会对啊，我就觉得你讲起来好像不会感觉辛苦呢。对啊。对，每次大家都问我说：“你这样子过程应该很辛苦吧？”但是就是你在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就会乐在其中。辛苦的部分一定还是会有啦。办完连续2个月的夏令营的时候，真的是觉得为什么要这样搞死自己？但是还是小朋友回馈真的是最直接的。有一个小朋友跟我说：“老师，这是我上国小第一次把暑假作业完成。”那你平常之前到底在干嘛？对，就会开始说：“那老师，你明年还要继续办。”等等的回馈，那就觉得对啊，这辛苦虽然真的很辛苦，但是还是有正向的回馈，给的回馈就会马上就给你很充电充满。对啊，没错，可是就会行动上会做的事情呢。对，好，刚聊一下，下一趟呢就会爱吃看完田带人嘛嘅对有特别意义嘅料理。好，你介绍下咖啡。一开始回去的时候。因为我不太会说照安课嘛，进到社区跟长辈互动的时候，他就会直接跟你说：“你照安课人不讲照安课。”对耶。对啊，那我现在很努力了，我就是有我在学了，我初级考过了嘛，不要这样，让我练习。接来做客慢人来聊，今日来做聊的是早安好盘屋的创办人廖万田。到万田讲到嗰度屯水有关吼，唔知睇甲我引屯后兰水无？外尾呢，古早也过好奇吼，今日万田会带来嘛个对有特别意义嘅料理。好，俺就请小助理木本俺嘞，看他声，嘿，竟然嘿龟板，不过有些冇口用，你们怎么讲？我们没有说红板，我们就是昂古贵。来可以呢，因为我们那时候在社区跟阿公阿妈说粉板，对不对？你们是说我们讲，好像北部讲粉板，我们屏东讲龟板龟板然后我们说粉板的时候被阿公阿妈骂，说什么粉板，我们就昂古贵啊。所以照安客也会习惯讲昂古贵。对就直接讲好咯。对，咱呢无嘛用用呢，就水粉色的呢。我们都是粉红色的呀，而且是整块粉红色的。某一种大红色没有，就是这个是传统颜色。我们从小到大就是看到这个颜色是传统的粉红色。没有，对我发现就是很多都是大红色、正红色。我们色票没有红色这个。刚刚我来试看啊，有嘛个除了颜色以外，有嘛个某用？要小小的呢，有点怕那个拿不起来。对，热的就会软。有。是什么？是什么呢？你们都吃红豆？你吃得出来这是什么吗？我现在还没知道是皮带，但是我看到对咖啡色的。我们的特产是甜的。反挑诶，花生对不对？蹄挑，我冇试过反挑诶。你们是说反挑，我们是说蹄挑。你们跟我蹄挑，对，好像剃头。梯就是地啦，土地的地，蹄挑。地豆，对，因为我们那边是种花生嘛，从小就是要跟着阿嬷一起拔花生、种花生，到收成再拔花生。都卡有种。对，所以我们都是就是一条一条的嘛，然后就是一个洞，就是2颗花生米这样种过去，再种回来这样。对，从种花生开始，这个你小时候也要跟着种？要跟着种，还要拔花生，所以这大拇指都会很痛。对啊，大拇指就会一直这样子重复动作，就会脱皮什么的。对，所以这个昂古贵是我们从小应该算很传统的记忆吧，就是从种花生开始，在昂古贵的部分。你这些时间好生哈，好吃啊！你喜欢吃小时候？我小时候都不喜欢吃这种板类。真的吗？我小时候只吃花生啦，因为我们那边会包花生，还会包敏豆也是甜的，就
把豆子里面只有包敏豆的吗？加一点花生，可能阿嬷想要节省成本吧。甜咩？对啊，应该是吧，我也不知道，没有，我来不及问他。好好奇，给马给米西哦。对，就是会有一个多了一个豆类的口感，这样哦。然后我就会说我要包花生的，对。然后我们还会做那个气咖粿，绿色的薯菊草果，那就是咸的。哦，你们也有这个？有。屏东讲趴台有公办哦。完全不一样，对，就是薯菊草，对，薯菊草，我们薯菊草也是从摘薯菊草开始。哦，能给咩？哇，完全黑这个，对，熊头开始做，对，所以我们的薯菊草那个板上面就会有一丝一丝的叶子，对，哇，就是很特别的记忆啦，对，就是比较不一样。刚刚你会偷亚给为什么是特别有意义的料理？就是反挑。然后还有风拌，然后这边也有一个是阿嬷祖传的果哦，真的是阿嬷的，真的阿嬷，只是真的是阿嬷拌音，对哦，这真的是阿嬷留下来的哦。你们的拌音是不是打开这样压，是直接压形状？压形状，所以一开始阿嬷都不让我们压，怕压歪、压破，就怎么没有果，怎么没有那个安菇在上面这样。哇，姑说牙给就会真给过亚生棉哎，对，我几岁，他可能超过我的岁数，哇，对不对？就阿嬷那一代留下来的哎，对啊，非常的珍贵。姑说你也会带论生意来做，对，但是他们是做比较小的啦，因为做这个大的，他们可能真的我就会很难控制那个场面。像我小时候在跟阿嬷一起做的时候，我们只能负责把它捏圆跟包馅，压这个。形状一定都是阿嬷压，她压了才会里面的馅料才会均匀，就还是个手法嘛哈，没有啦，自己吃啦，没吃还有拜拜，对啊，拜拜一定要自己做，对，就是很传统。而且我们现在带小朋友做这个啊，他们没有吃过了他们已经不吃了，也没有吃过，家里就可能买现成的。对，他们没有真正的自己包过安菇粿，也没有吃过安菇粿。我们进去学校或者在我们的好伴屋办这种做安菇粿的课程，他们说老师，这是我们第一次吃连生乳没吃过对啊，对，所以我们在不努力把它推广，他们可能真的就是都不知道这个传统。嗰种人如果都就会保留，也得才提重要的东西。对，对啊。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你去填掉以后才知道的？有蛮多东西都是蛮多的对，因为我们小时候也不会，教科书上没有上，不会上也不会考的，家长也都不会觉得它是重要的，对，所以这些东西我们其实也真是这几年慢慢累积下来，我才会这样侃侃而谈。一开始回去的时候，因为我不太会说早安课嘛，进到社区跟长辈互动的时候，他就会直接跟你说：“你早安客人不讲早安课。”哦，对耶，对啊。那我现在很努力了，我就说我在学了，我初级考过了嘛，不要这样，让我练习这样。给压力会不会太呢？会，一开始会，但是必须要自己调试。那你真的心理素质蛮强哦。嗰當然糖豆安的路，我就冇會好嘅。不會啦，因為我們小孩也要學啊。對啊，現在他可能講的還是比我好。生意啊，生意講嘅比你好。對啊，就是我們還是努力啦，這樣才會保留更多東西啊，從自己做起啦。對，而家像雖然當做3年，其實唔做嘅成績算其實真蠻好哈，就係歸3萬提做。现在离你一開始熊熊會做還有差別嗎？還是你其實已經做了超過笨蛋熊？應該超過了吧？我剛剛那時候單純的想，就是回來家鄉好好陪自己的孩子長大，好好陪在地的孩子長大。但是我們現在做了更多更廣，對，就是除了陪孩子之外，陪長輩，然後更串聯大家一起，對。佢很源頭其實咩係唔識㗎有嘅聲音咧，對。然後去想說我一本聲音能用嚟嘅生長環境。對，我有孩子了，那我想要帶給他什麼樣的小時候的成長這段時間，什麼樣的成長過程？對，而且看到說，我們這樣子其實也可以接觸更多東西，對，接觸更多人。剛剛呢，頭都有小可講到一點，就是你觀察到更加聲音呢，讀到的狀況，就是可能。
因为阿爸每大部分一定要双薪家庭啊，没人陪，对，然后都是3C 在陪，对可能以为甚至会感觉不是读书，就像你头头讲哎，那个城乡差距还是很大的吗？还是其实已经不是城乡差距的问题？我觉得这城乡差距还是有，但是就是他们教养方式还停留在我们小时候的那个教养方式。我们现在会鼓励孩子就是多学习，多接触，多看嘛，但他们可能还是就是小孩就是要听话，不乖就是打。对，就是最大的改变还是3C 吧。3C 又进来之后，他们跟人的互动变得更少。对，说不定他的网友还比现实生活的朋友还要多。这些问题是蛮严重的。对。可是我可以代沟入围韩国台。对，没错。所以我们就是想要缩小这样的代沟啦。对啊。刚刚还有吗？给想要做呀？你现在还有什么计划想做的？现在就是维持这样子，然后让这个网络更稳固。对，让大家真的就是很像我们以前乡村的年代，大家一起顾孩子。然后之外呢，就是刚刚说的那个腌冬瓜啊等等啊，我们想要出料理包啦，之后就让大家知道我们照样课的好嘛，从饮食开始。语言真的很难保留，但我们努力，但是至少让味道也继续传承下去。其实你今日每一个除了这个声音的以外，韩国台的那个就那个非洲谚语嘛，养大一个孩子要一个村，你真的就在弄那一个村呢。对，就是希望是这样，一个村来照顾在地的孩子，这样。对。古时候就好做的事情，又好声音呢，又好屯台感呢结合起来，古时候真点就会继续做。也给很好的事情，对，哇，这个是你的梦幻工作呢，可以这样讲，可以这样讲，对，哇，太棒了，还不错，就是至少走在自己想要走的路上，这样，对，哇，非常感谢婉婷今日分享安精彩的故事，每祝福一切如归顺心，4个小孩都头好壮壮。好，谢谢。多谢，然后继续说下都好，妹妹已经很常吃了。对啊，煎了更好吃啦，真的，外酥内软。妹妹冇试过煎。